这个停车场原本是一个平面的停车场，只有70、90。那我们透过前瞻建设的补助呢，把它变成是一个有200席汽车格位跟45席机车格位的立体停车场。那相信对于这周边的停车供给的这个增加，一定有非常大的帮助。那同时，我们也在这个立体停车场里面做了多目标的使用。我们1楼是提供东门微下里的活动中心。那透过市政府各机关的协助，我们让这个公共设施的用地做到这个发挥最大的这个功效，采用了强化的耐磨地坪哦。那这对于这个汽车在这里面的噪音可以降到最低。那另外原本基地里面有一棵很大的老榕树，那我们也透过建筑的设计，把榕树跟立体停车场结合在一起。让民众进来使用这个立体停车场的时候，可以感到绿意盎然，而且采光、通风都非常的好。那希望各位市民朋友可以多多来使用。附近的所在因为较欠缺的就是停车位啦。原有的迄落迄活动中心，就是因为年久年久，所以已经无法度使用啊。基本上咱不管是迄落室内的课程，包括阮即摆进行中的、咧接受中的长照中心要来进驻所以这嘛是对咱家里民的福利啦。这个活动中心它本身也就是跟我们的18立体停车场的一个共构所以它一方面也解决了在地停车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的包括东门、微下里2里的里民能够在我们这边充分的去做利用，整个空间的一个利用上面呢，办理相关的一些包括亲子活动包括老人照护的活动、健促活动等等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活动的一个空间。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请启动，让我们新建我们东区今年入立体停车场，这里的好，这里的棒，带动了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共同迎来我们新的多功能停车场以及多功能利用的设备的这个揭幕。这个地方的停车场总共可以提供200个汽车停车位、44个机车停车位，可以有效解决这边密集住宅区的一个停车需求。还有一个部分，因为这个地方寸土寸金，我们实在找不到地方来新建活动中心了所以说把活动中心盖起来，在周边的里民或民众有一个好的活动的空间，居民又可以有停车，或者来访客这边有停车。可是我要特别强调是这个部分有多亏前瞻计划里面的停车场的补助，所以才可以配合地方的这配合款，能够成就这个好的事情。大家好，我是杨淑怀，欢迎收看3月12号礼拜3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经过半年多的精心规划甲装修，台南在地早午餐品牌正式进驻桂林文化中心，民众来看展览，嘛会当享用到餐点服务。元朗手做早午餐，一开始是伫咧桂林圆环边仔小小餐车，创业初期，每天早时就开始准备食材，为了就是要让每一位顾客吃到上新鲜美味早顿。创业将近20年，得到市民大众肯定甲喜爱。除了桂林民族北街总店，伫关庙区嘛开了分店，这次更是来到桂林文化中心来开店。我们在归仁这边其实已经大概将近快20年了，其实也想说，借由协会跟我们一起这样子可以把文化中心跟我们做一个结合，让它这边的话更有人潮跟人气这样子。也因为店是开伫咧文化中心内底，这用餐氛围特别具有艺文气息，因此吸引不少民众前来翕相。像文化中心这么有气质、这么环境这么优美的环境之下，然后可以享受这么营养有食材很丰富的这样的早餐，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头家黄元朗讲，配合文化中心的时间。店的营业时间是以9点开始，若是拄到文化中心暗时有演出，嘛适时调整下班时间，服务看展的民众。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正统罗天门新宝庙、罗天门马文物馆举行兴建动土大典，
整体建设投资超过10亿，预计伫2029年前完工启用，未来将成为展示罗里门妈祖文化历史的重要场所。正通罗里门圣母庙罗里门妈文物馆9号举行兴建动土典礼，市长委托应邀出席，甲注意地亲弟以及来自各地宫庙信众共同见证这历史性的一刻。为过去到这时历任主任委员大家的努力，伫咱地主委责任会当来全力来推动，会当互这个正统罗里门圣母庙罗里门妈文物馆会当今仔日顺序来动土。动土是一个开始，出去工程进行，还佫有足侪的工课。我想妈祖一定会护持保庇。因为这是伊要求会当指示降价会当互咱工程顺利。该文物馆开10亿，兴建地下1层、地上5层，总建坪达到3883坪，预计2029年前完工。完工以后，将成为展示罗里门妈文化历史的重要场所。象征罗里门妈祖信仰文化的传承甲发展，为台湾宗教文化保存甲推广迈出重要一步。台湾新闻军旗采访报道。伫影控做田的陈依玲，虽然外表文静优秀，也毋过对着农业充满热爱甲坚持。透过报道，做伙来熟悉这位女性青农。从小在农村长大，看着阿公阿嬷、爸爸妈妈辛劳的耕作，心中就埋下对土地的深厚感情。长大后，虽然有机会到外地发展，但始终忘不了家乡以及那片孕育他成长的土地。几经思考，依林决定回到永康，加入农会辅导的青农行列，将传统农业注入新的活力。经过2年多的努力，也让他在今年农民节获得永康区绩优青农的荣誉。他也坦言，一开始接触农业，种死了很多作物，到现在已经可以看到成果，让他非常感动。很感动啊，对，因为从务农就是懵懵懂懂啊，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弄死很多作物，然后到现在就是可以让植物好好的生长，就比较变成是去注意它的那个疾病的防治这方面，就觉得很有成就感。永康区农会食农教育室曾芊芊表示，依林刚回来务农的时候，连看到陌生人都会躲起来。经过田园绿疗后，人变得更乐观开朗。刚回来田间的时候，其实他蛮害羞的，然后也就是看到人，其实就会很想躲起来。但那随着就是在田里面这些绿疗的一些田间的一些食物啦、食作啦，然后就会慢慢的成长啊。然后像现在就是其实可以从影片上面就可以感受到，他已经变得比较乐观啊，然后会比较开朗一点点。那其实我们也会希望我们的青农在田间和从农的生活中，其实会越来越快乐。为了种出高品质的农作，陈家坚持采用有机肥料以及不用农药，就是要让消费者可以吃得美味健康。这里的水果甚至可以直接摘了就送进嘴里。你家拢无用药啊？无，用自然农法方式，基本上就是二氧化剂嘛，去老鼠、甲壳素、阿哥柑橘油、谷炼油。所以咱直接拌落直接食。对，直接拌开直接，除了灰尘我唔敢讲啊。依林的成功不仅为自己带来了收入，也为家乡的农业注入新的活力。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年轻人也能在农业领域闯出一片天。他也希望他的故事能激励更多年轻人返乡务农，为台湾的农业带来更多希望。记者张硕维采访报道。桃园罗地区南坎里有一位林长江玉兰阿嬷，今年已经100岁了。
拢抑阁伫咧第一线替民众服务。因阁年会勘体力，即马决定为林长的职务退休，里长特别举办纪念活动，感谢伊30多年以来服务社会辛劳。芦竹区南坎里10林的林长江吕鸾奶奶，从明代与区长的手上接受奖牌跟礼品。年纪已经100岁的她，地方上都尊称她一声江妈。因为年岁与健康考量，决定从第一线服务的林长正式退休。里长跟区公所特别为她举办一场荣退纪念活动，感谢她30多年来服务社会。里长邱显柱表示，真的很舍不得。祝你生日快乐！将近30年的服务吼，咱若南泡里办活动吼，拢第一个交报名单吼，伊今仔要退休啦，咱嘛真唔甘吼。伊在林长中间吼，足热心的吼，虽然年纪较大次咯，拢退咱足唔甘，无法度伊甲讲3摆要落退，只好吼舍得吼，互伊拢退吼，互伊收钱吼。直接吼，再次感谢吼江妈诶，甲恁吼服务吼，这段时间吼，感谢侬。里长为了感谢江妈多年的付出与用心，特别筹办荣退典礼，地方许多民代都到场祝贺。江妈表示，很感谢里长跟社区民众的协助与照顾，即使退休了，也会继续来据点参加活动。我感谢啦，感谢阮的里长啦。安尼甲我照顾，甲阮遐好姊妹啊，好小弟哦，大家安尼甲我照顾，我厝边安尼甲我照顾，我囝孙哦，大家足友好，拢个甲我保养我的身体，我毋种我遮健康咯，甲里长吼安尼，甲大家做伙安尼，真感谢，真感谢。哎哟，我要过来，我逐工嘛欢喜要来遮。我来遮我欢喜咧，遮大家朋友啊，好姊妹啊，安尼好。江妈的儿子江永忠也到场见证母亲的荣退。他本身也长期热心公益，创办桃园生乡文教关怀协会，关怀弱势学子与长者。他感谢里长跟大家对母亲的照顾，让他100岁了还这么健康有精神，非常有福气。感谢阮这个南坎里土地公伯啊，就是讲做这个有缘组啊，健康里较怎样照顾伊真济啦，较怎样。所以因为有大家乡亲的照顾呢，所以妈妈身体非常的健康，算讲做伊的人生非常的乐观呢。所以讲咱大家伫讲是讲做伊对社会上的代志啊，看真济，对阮家庭的美满呢，伊也非常的关心呢。所以讲，阮就非常快乐的家庭，在这个所在呢，我也真正感谢咱社会各界甲阮家庭所有的事实呢，对阮这福建的老妈妈的一个尊重，甲对伊的福气会当一个。希望伊当食120岁，当安尼非常的欢喜健康安尼。芦竹区长李月潭也代表市长送上祝贺，并准备了江吕鸾林长100岁荣退的纪念餐盒，分送给社区长辈与江妈。不只是一种纪念，玩也是一种精神传承。他现在100岁了，那也到了可以荣退哈，所以今天哈，我们市政府跟我们的一个里长哈，我们一起合办了这个相关的一个100岁荣退的一个活动哦。那我们公所跟市政府也赠送了那个不锈钢的一个不锈钢的碗，这个碗其实有一个很深层的意义，代表一个传承，把我们江妈妈服务邻里服务社会的一个精神可以传承下去，也可以让后代子孙都可以知道，我们江妈妈很不容易让这个她的一个精神能够让我们社会以及让我们的后代子孙都可以来去做一个效法和学习。南坎里长邱显柱表示，100岁的林长放眼桃园甚至全国，应该都是唯一一位。感谢江妈30多年来为地方服务，参与活动也非常积极。江吕鸾奶奶也强调，就算退休也依然会继续参加活动，每周来社区据点都很开心，跟好朋友跟好姐妹一起同乐。这也来为桃园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乐力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6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
高雄市区铁路地下化总共开辟左营、高雄以及凤山3个计划区，长达13.8公里，即马已经变成全新的绿坑道。即马沿线发展嘛相当的好，亲像是正义车站边仔的老旧社区，除了有建商进驻，更打造出火锅一条街。走在铁道街漂亮的绿园道上，准备吃午餐，但仔细一看，短短一条街，1、2、3、4，竟然集聚了4家火锅店，而且风格都不一样。有即将开幕的石头火锅、麻辣鸳鸯锅、和牛吃到饱的肉肉锅，更有超过70年的老字号火锅，让人相当好奇，为什么这些店会聚在一起？原来这里曾经是正义车站旁边的老旧社区，原本的工厂林立，阴暗脏乱。不过随着旧自强路桥拆除之后，建商进驻，现在已经成功翻转改造，打造出火锅一条街。这个地方以前就是一些铁皮屋临时的工厂啊，所以很乱。而且这条铁道街那时候也是因为自强桥的关系，所以它是阻隔断掉的，是没有通的。那现在市政府把的铁路地下化以后，一些投资商就会来这边投资，所以变成现在我们看到的有4间的这个火锅店，4间的火锅店是同一个老板是下去开发的。他看好这个地方啊，所以就来投资这4间不同风味的这个火锅店。进到火锅店的民众可以一边享用美食，一边欣赏绿园道的风景，相当惬意，也不禁大赞这里真的变了好多，生活机能也更加便利。就感觉变很多啊，那就变得，就这边生活机能提高了。哎呀，对啊，就是路过走过，看到火锅就想进来吃个东西，这样，哎呀。又很方便啊，吃完又可以出去走走，身体健康。绿园道的翻转开始看见成效，现在打造出火锅一条街，后续不仅能吸引更多厂商进驻，也能带动沿线周边土地整合利用，提升都会景观。连续开了4家的火锅店，这是一个很快的反应。那接下来未来这2侧的房子，我们认为基本上它的房价已经不是当年可以比拟了哈。那现在已经变得房价变得很高了，那相对很高的，它要充分的利用。那充分的利用，很可能就会做店面的使用。那2侧，我们觉得绿园道2侧的市况跟景观会越来越好，那也会有越来越有店面效益产生。下次经过这里的时候，除了可以享用美食之外，更可以在绿园道散步一下，好好感受这座城市在华丽翻转之后不一样新的脉动。记者张世明，高雄报道。基隆中山区有一间卖了将近60档以乌龙面为主的在地知名早顿老店，连院长童子伟拢特别利用走行程有闲的时间前往品尝，想袂到头家娘也阁是国中同学。我妈真的很三八你们是同学？你们是同学？我们是2信国中，他是那个中班的，我是人班的，对。不好意思，麻烦你跑一趟。2人从相逢比吃到美食还惊喜。这家位在中山区中山2路上，看起来不起眼，没有店名，却是已经卖了将近60年，以乌龙面为主的在地著名早餐老店。基隆市议会议长童子伟特地利用中午跑行程的空档前往品尝，没想到现任的女老板竟然是国中毕业后20年就没有再见过面的同学。老面店里见到老同学，比吃到美食还惊喜。遇到老同学，又吃这边在地的老店的面，自己心中的回忆。很开心，说真的，我们这种在地的文化，然后到我们这一代，大家一起来推广。我们在地的美食、在地的文化、在地的历史，我觉得从我同学身上看到一个很认真的职人精神，很不容易，所以非常佩服，也非常敬佩。因为他妈妈很活泼，今天还打扮成这么漂亮。惊喜归惊喜，陪同议长来品尝好滋味的当地中心里长，也是从小吃这间面店长大的发哥李进发，就推荐来了就一定要吃一下老饕口耳相传的乌龙面，搭配骨头肉、嘴边肉以及3层肉和软管油豆腐等小菜。阮这一般正常人来这吃的人，拢30仔到豆花菜，你必点的，来就是一定爱吃2个。真的。而且小菜的项拢足好食，拢迄个骨拉肉啦，迄地心啦、地瓜沙啦，这种迄落，伊一句山烟拢有啊。
平常很少吃面食类，这次却2、3口就吃完乌龙面的议长童子伟说，如果不是太好吃，早餐就吃乌龙面实在吃不下。特别是店家调配用来沾小菜的独门酱汁，完全催出小菜的鲜甜感，更让童子伟赞不绝口。这个口齿留香哎。所以我要检讨一件事情，就是我身为这个道地在地，从小在基隆长大的这个年轻人，不年轻人，大叔了。这个第一次来吃，我每次都经过，之前看都很多人啊，但是从来没有这个，因为我们以前小时候都必须要回家吃饭哈，这个很有规矩的，没有办法偷出来吃饭。就今天来到这边，真的是要检讨。不过真的很好吃，发哥跟我说是第4代的老板在经营的哈，这个。我同学他已经到第2，不容易耶。我们现在这个年轻人要这么早起，然后要做这个餐点，其实很辛苦。而且我们这边都只开到中午。那我们基隆有一个很特别的文化，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因为我们这边在6号码头嘛，码头边，所以这以前一定是做给从日本时代就是码头工人这个早上就可以吃饭的一个地方哈。我们很特别，就是我们早上就吃这个，有想过吗？在其他地方可能没有这样的文化。就是我早上你叫我，如果你8点拿这个给我吃，我绝对吃不下。上课上班哪有时间？可是这是我们基隆非常特别的一个文化。然后他们只开到中午，然后这家店就是常常都要有排队。哇，这关键在酱料，哇！那你加好吃？我唔敢食咸。你定话这最好吃的呢。这个酱料是特别在哪？这个酱料其实是我们有自己调过的，对，我们有自己调过的。对。我刚刚在里长故意没有跟我说那是朱叶鸡的，敢吃的，沾了一口酱，怎么那么好吃，惊为天人。这个酱真的很特别。对，其实酱料，对，因为酱料我们家的酱料还蛮多人推的啊，对，我们自己它虽然是买原物料进来，但我们有调过这样子。童子伟的话并不夸张，因为旁边墙壁上还挂着基隆著名艺人，也是童子伟的忘年好友许孝顺顺哥赠送给店家的墨宝，认证实在很好吃。对，你看这边还有许孝顺写的字，顺哥，这证明顺哥常常来这里。哦，他不是只有卖石头给我而已，他不是只有卖石头给我，他也常来吃面。我今天打电话给他。原本从事海运业的第3代老板尤林玉说，大约7、8年前和弟弟一起从爸爸手里接手经营这家店。店里面新鲜的3层肉以及骨头肉混着油豆腐，当天开店时新鲜熬煮，是汤头以及肉类小菜好喝好吃的关键。Q 弹的乌龙面则是店家靠着多年的经验，特地请制面厂特制而成。营业时间只卖早上，欢迎大家前来品尝。记者吴俊松基隆采访报道。高雄中华一路康美术馆路口全面禁止倒弯，不过因为轻铁进入美术馆路是改开道路的北边，所以涂骹画有偏倒边的导引线，互袂少驾驶当作会当顺线倒弯，煞收到罚单，向市议员投诉，希望改善。车辆从联合医院前的美术馆路往东行驶，经过中华一路口，双黄线前面出现2道虚白线，形成一个喇叭口。有驾驶就以为左边的虚白线是导引车辆跨越轻轨轨道区左转，没有想到吃上违规左转的罚单。因为有轻轨的关系，所以这个路口一律都是禁止左转。可是有很多的民众会误导他以为那个是让他引着虚线去左转的一个方向。被拍了连续5天，被拍了左转那个违规的这个罚单，然后来跟我们做澄清。原来左边这条虚白线是导引对向来车往左偏移行驶，因为轻轨进入美术馆路会偏右改走道路北侧，所以地上才会画有偏左的导引线，却让驾驶误以为可以循线左转。过了中华路以后，它就变成单轨了，变成单轨，所以说必须轻轨是从大顺路要往美术馆的方向行驶的时候，他来到这边，他必须要进站，所以呢，他会靠右边行驶。
因为在标线上，它为了便利于对向的车道不会误闯轻轨，所以说它在标线上地板的标线是有一个弯道，然后就会让这个民众以为说那个地方其实是可以顺着这个标线左转。为了避免驾驶循线左转，议员和里长建议在路口前多设几个禁止左转的标志，或是在喇叭口里画上特殊标线，形成禁止驶入的禁区。建议交通局会把那个喇叭口的部分会做桃花线的一个区隔，让民众知道说这个地方是属于禁区。那他也很明确的知道说车子到这个地方不能够左转，不能跨越这个桃花区。在前后的这个红绿灯可能加强宣导，让民众知道说前方有禁止左转这样子的一个限制哦。可是这样的限制能不能够降低民众还是持续会违规的情形哦，就有待观察。中华一路和美术馆路口因为有轻轨经过，是全面禁止左转的，驾驶只能够循着箭头绿灯的方向行驶，没有看到左转的箭头绿灯亮起而左转，就是违规左转。记者赖昌邦高雄报道。感谢你收看3月12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杨春怀，咱再会。阿妈你好，我是来跟你送消防平安的，这是阮厝内24点钟的保镖。伫第一个时间，伊会当甲咱，若像甲咱叫醒同款，互咱知影讲哦，隔壁有状况发生。助警器有分侦烟室与定温室，分别装置于居家的不同环境。助警器是居家防火的预警防线，安装完成按键测试，它将成为居家的守护者。安装助警器，5增5保比哦。1号选手出场，信心十足。挑战失败，骑车上驾训，安全不靠运。2号选手考场练习，看起来有些紧张。是过关了吗？挑战失败。骑车上驾训，安全不靠运。代考区2人组第3次报考。这次如果真没有考过，我就不要考了。我有办法。骑车上驾训，安全不靠运。现在报名还有补助哦。很棒，单光随手关灯还不够，换装 LED 灯泡可以再省68照明用电，清洁滤网可以再省18冷气用电。等下更多的电就可以看更久的卡通了吗？不是为了留下更好的世界给你。爸，我爱你。我也爱你。租屋看屋时，应注意屋外式热水器是否安装在室外通风处。如热水器装在室内，则需选择有强制排气功能的热水器或电热水器。可上各地方政府消防局网站查询合格承装业名册，委托承装业者进行安装。最后再次提醒大家，使用热水器的时候一定要保持空气流通，防止瓦斯燃烧不完全，避免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哦。刚桃，只来1天也可以保职灾保险吗？可以。啊，我们不是公司，这样也可以加保哦。可以。加保职灾保险会不会很难啊？一点都不难，可以通过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申报，或透过电脑、手机上劳保局官网申报。代为申报特别加保的职业工会也能办理。缴费完成，保障生效。实际从事劳动人员也适用于特别加保哦。特别加保真便利，临时上工好安心。你听过指差确认吗？交通部于112年3月起，已全面要求运输业驾驶人应落实路口停让行人，并要求大客车驾驶人于路口要执行指差确认。
另外，大货车驾驶人也于113年8月扩大响应，转弯暂停，安全再行运动。投资型诈骗，你是否曾经在社群网站上看过一些关于轻松赚大钱的广告？事实上，这类型的诈骗手法往往